賽啦。A 組同埋 K 組。啟示錄22章12節到21節，看那我必快來，獎罰在我，要照各樣所行的報應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後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終。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到權柄，臨到生命樹那裏，也能從門進城。城內有那些犬類、行邪術的、謠言的、殺人的、拜偶像的，而且一切説謊的和編造虛偽的。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，將這些事向你們證明。我是大衛的根，也是他的後裔。我是明亮的晨星。聖靈和心腹都說來，聽見的人說也該來，口渴的也當來，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。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，若有人加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，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懲罰他，災禍加在他身上。這書上的預言，若有人刪去什麼，神必將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佢的名分。證明這事的説是了，我必快來。阿門。主耶穌啊，我願你來，願主耶穌嘅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。阿門。詩篇130篇1、2節，耶和華啊，我從深處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垂聽我的聲音，願你側聽我的懇求的聲音。主耶和華啊，你若究察罪孽，誰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華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話。我的心等候主，勝於守夜的等待天亮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，因他有慈愛，有豐盛的救恩。他必救贖以色列，脫離一切的罪孽。阿們。好啊，嗱唔簡單啦。有啲人咧喺屋企係講慣廣東話嘅，有啲人喺屋企係講慣國語嘅，有啲人喺屋企講慣英文嘅，甚至你家鄉話嘅。咁所以咧要背咧唔係簡單一件事啦。咁我哋鼓掌鼓勵佢哋，好嘢，做得好。頭先我同我梁牧師講，我哋未必背得到嘅，因為咧有啲時候背下有國語啊、英文啊、英撈埋一齊。OK， 好，咁咧我哋今日就係呢兩組啦，下個禮拜係阿潔明嗰組同埋阿 Shirley 嗰組，係嚇，係好。咁我哋而家咧就預備食午餐啦，我哋一齊唱謝飯歌啦。
相繼，是任性。